最後睇埋天氣方面，預測多雲，有幾陣雨，清涼。今晚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。1點鐘氣溫係17度，相對濕度92%。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一般監測站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紫外線指數係2，強度屬於低。新聞報道完啦，再會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汽油。太子珠寶鐘錶及寶齊來贊助播映。跟住係道地星期日影院整蠱專家。